행게 저시들리 大家好， 대리강조 롭제 접게바 바골라 표시티 되기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第18课游览。当您走进西藏，您就会被这独特的风光所吸引。光在拉萨，你就可以到布达拉宫、大昭寺，还有罗布林卡等等名胜古迹去游览一番。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游览。下面我和边巴老师给大家讲一些去游览时所常用到的一些句式。那么说到游览，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一些话：您去过哪些地方？这个用藏语怎么说？ 키랑 사자 가봐天津语你去过哪些地方？ 키랑 사자 가봐天津语您去过哪些地方？ 키랑 사자 가봐天津语你到过哪些地方？ 那我到过许多地方，这个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？ nga 사자 망보로天津语我去过许多地方。 nga 사자 망보로天津语我去过许多地方。 nga 사자 망보로天津语我到过许多地方。 那外地的人经常问这样一句话：拉萨有哪些名胜古迹？这个用藏语怎么表达呢？ 拉萨네 첨부 가리 요새拉萨有哪些名胜古迹？ 拉萨的네 첨부 가리 요새拉萨有哪些名胜古迹？ 拉萨네 첨부 가리 요새拉萨有哪些名胜古迹？ 拉萨的네 첨부 가리 요새拉萨有哪些名胜古迹？那许多外地的朋友看到布达拉宫以后，真的很惊讶，他们会说布达拉宫很雄伟。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？ 포장 뽀달라 오늘 기념 첨부도 뽀달라궁真雄伟。 坡章波达拉莫涅纪念千波都布达拉宫真的很雄伟。坡章波达拉提莫涅纪念千波都布达拉宫真雄伟。 뽀달라궁真雄伟。 포장 뽀달라티 오늘 기념 첨부도 那么布达拉宫里边有好多宫殿，那么往往游客们上到顶层的时候，要问一下里边的喇嘛，可以上到顶上去吗？这个用藏语怎么说？ 제토라 친 초기 집에 可以上顶层吗？ 这托了，请秋个这边可以上顶层吗？这托了，请秋个这边可以到顶层去吗？可以到顶层吗？ 제토라 친 초기 집에 可以到顶层吗？ 那您到过八廓街吗？这个用藏语怎么说？ 키라 파골라天津语您到过八廓街吗？ 기장爬过了天津语边，您到过八廓街吗？ 기장爬过了天津语边，您到过八廓街吗？ 你到过八廓街吗？ 키라 파골라天津语您到过八廓街吗？ 八廓街上有许多商店，这个用藏语怎么讲？ 파골라 총가 망부 요새 八廓街上有许多商店。 爬过了葱冈莽波有些八廓街上有许多商店。爬过了葱冈莽波有些八廓街上有许多商店。 파골라 총가
忙不？有日，八廓街上有许多商店。到大昭寺的人特别多，这个用藏语怎么讲？租不啦康啦昨天，哈家忙不读。到大昭寺的人特别多。租啦康了昨天哈家忙不读。到大昭寺的人特别多。租啦康了昨天哈家忙不读。到大昭寺的人特别多。租不啦康啦昨天哈家忙不读。到大昭寺的人特别多。到大昭寺的人特别多，那里究竟有什么值得去看的东西？这个用藏语怎么说？ 포기를 들이 유배 잘라 가려래。在那里有什么可以值得看的东西？ 포기를 들이 유배 잘라 가려래。那里有什么值得看的东西？ 포기를 들이 유배 잘라 가려래。那里有什么值得看的东西？ 포기를 들이 유배 잘라 가려래。那里有什么值得看的东西？那你对今天的行程特别满意，最后也会说今天游览的很高兴。这个用藏语怎么说？ 티링키 따고티 하장 기부충。今天游览的非常高兴。 티링키 따고티 하장 기부충。今天游览的非常高兴。티링키 따고티 하장 기부충。今天游览的非常高兴。 티리 따고티 하장 기부충。今天游览的非常高兴。刚才我们学习了去游览时所要用到的常用的句式。那么根据课文内容，下面我们来重点学习4种重要的句型。下面我们根据重点句型做替换练习。第一个句型，我们来学习我到过什么什么地方的这种句型，在藏语里应该是我가지了主牛语。比如，我到过广州。我广州了主牛语。我到过广州。我广州了主牛语。我到过广州。我到过山东。我山东了主牛语。我到过山东。我山东了主牛语。我到过山东。我到过河北。我河北了主牛语。我到过河北。我河北了主牛语。我到过河北。我到过四川。我四川了主牛语。我到过四川。我四川了主牛语。我到过四川。我到过西安。我西安了主牛语。我到过西安。我西安了主牛语。我到过西安。我到过咸阳。我咸阳了主牛语。我到过咸阳。我咸阳了主牛语。我到过咸阳。第二种句型是我怎么怎么日喀则，意思是我去过或者没去过或者第一次去日喀则。这个用藏语的句型应该是我洗个子了가지。比如，我去过日喀则。我洗个字主牛语。我去过日喀则。我洗个子了主牛语。我去过日喀则。我没去过日喀则。我洗个字主牛语。我没去过日喀则。
我是个字朱牛米，我没去过日喀则。我第一次到日喀则。我是个字列巴听唐不言。我第一次到日喀则。我是个字列巴唐不言。我第一次到日喀则。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种句型。第三种句型是八廓街上有什么什么什么。用藏语来说应该是帕沃了卡日卡日有谁。比如八廓街上有许多人。帕过了迷茫不有谁。八廓街上有许多人。帕过了迷茫不有谁。八廓街上有许多人。比如八廓街上有许多磕头的人。爬过了恰才间忙不有谁。八廓街上有许多磕头的人。爬过了恰才间忙不有谁。八廓街上有许多磕头的人。八廓街上有许多做生意的人。爬过了从眼前忙不有谁。八廓街上有许多做生意的人。爬过了从眼前忙不有谁。八廓街上有许多做生意的人。八廓街上有许多普鲁麦。爬过了能不忙不从不有谁。八廓街上有许多普鲁麦。爬过了能不忙不从不有谁。八廓街上有许多普鲁麦。下面我们来学习第四种句型。第四种句型是今天游览的非常什么什么什么。用藏语应该是提林给大伙提哈江卡里卡里穷。比如今天游览的非常舒服。提林给大伙提哈江给不穷。今天游览的非常舒服。提林给大伙提哈江给不穷。今天游览的非常舒服。今天游览的非常累。提林给大伙提哈江干累卡不穷。今天游览的非常累。提林给大伙提哈江干累卡不穷。今天游览的非常累。前面我们学习了比较重要的四种句型，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怎样运用的。给俺朋友的朋友天堂我应呗。我朋友来不天堂我应。朋友们许长在忙我有谁？是，我朋友加入有。给俺了清晰卡了有呗。是你我干掉光把主意。干掉光不的，大致装有啥个哪有谁？老汉呀，那许长在忙我有的吧？是，你们那看他这周光吧，咱们胖叔叔上门老汉有谁？来了，哦，他在哪？啊，这对哦。前面我们在学习课文和情景练习当中遇到了很多新的生词，下面我们来重点学习这些词汇。job 业吧，第18。job 业吧，第18。搭过了 pip 游览参观。搭过了 pip 游览参观。卡巴拉卡巴拉哪些？卡巴尔卡巴尔哪些？萨恰地方。萨恰地方。牛曾什么什么过。牛曾什么什么过。那须场间名胜古迹。那须场间名胜古迹。纪念
谦波，雄伟。纪念，谦波，雄伟。在托，顶上。在托，顶上。仓康，商店。仓康，商店。得人乐吧，值得看的。得人乐吧，值得看的。广州，广州。广州，广州。山东，山东。山东，山东。河北，河北。河北，河北。四川，四川。四川，四川。西安，西安。西安，西安。咸阳，咸阳。咸阳，咸阳。恰车，磕头。恰车，磕头。从业，做生意。从业，做生意。能不，普鲁。能不，普鲁。吉不，舒服。吉不，舒服。干累，卡不，累。干累，卡不，累。切西，计划。切西，计划。干爹，滚吧。干单词。干爹，滚吧。干单词。搭子，左，达子线。搭子，总，达子线。困难，境内。困难，境内。永不拉卡拉，永不拉康。永不拉卡拉，永不拉康。撑住，滚吧。昌珠寺。撑住，滚吧。昌珠寺。真不，旁说，藏王墓。真不，旁说，藏王墓。切西，计划。切西，计划。你日如密，表格。你日如密，表格。色拉，滚吧。色拉寺。色拉，滚吧。色拉寺。这蹦，滚吧。折蹦寺。解蹦，滚吧。折蹦寺。前面我们学习了去西藏游览时常用到的一些句式、句型、词汇，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。那么下回您到西藏去游览时，能熟练的运用这些句式吗？好，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儿，学点讲哦。让我们下回再见。